其實令我財政上咁成功嘅，並唔係因為我有啲咩驚天地泣鬼神嘅能力。你知啦，我個腦係唔錯，但係離神同仲差好遠。但我人生得到嘅結果係驚人嘅。呢啲都係源於一啲竅門，一啲我從我阿爺嗰度學翻嚟嘅基本竅門。講翻點解我會喺度，我對呢區有種天生嘅偏愛，因為1943年我讀 Caltech 嘅時候，我成日喺呢頭流連。我第一任太太讀 Scripps College， 所以我對呢區好熟。我一直都好中意嗰啲映襯住山景嘅橙樹同埋山頂啲雪。不過我喺呢度嘅投資其實係個意外。事情係咁嘅，我住嗰區幾十年前有一班猶太人搬咗入嚟，係一班好成功嘅人。有一日有個17歲嘅猶太後生仔嚟我屋企，俾咗本希伯來文聖經我。你知啦，Munger 聽落好似德國猶太聖士，喺德文同英文都係解作小販，所以個猶太人以為 Munger 識睇希伯來文聖經，都唔係完全黐線嘅。但當然我睇唔明啦，於是我就同佢傾偈，一樣嘢帶出另一樣嘢，我就同呢個叫 Avi 嘅後生仔做咗朋友，睇住佢大。Avi 從來冇讀過大學，佢有輕微嘅專注力不足，但係智商極高。佢原本好擔心呢樣嘢，我就同佢講：Avi， 你唔使擔心，你唔需要讀大學，你會好成功。而家 Avi 32歲，生意做得好大。我講得啱，佢真係唔需要大學。Avi 佢本身做樓宇管理生意，佢有個大客，但係佢做得好唔開心。於是有日我就同佢講，因為我已經開始信得過 Avi， 我話點解你唔飛咗嗰個客，佢幫我買堆樓手做，我哋第一批睇嘅就係喺呢度，嗰啲事情就係咁發生嘅。我哋有一套哲學，就係除非你將個地方打理得妥妥當當，如果唔係，你就唔會有收入。樓宇管理呢一行充滿住嗰啲淨係識榨乾層樓做最少嘢嘅人。如果你係長線投資者，咁樣做係好蠢嘅錯誤。Avi 同我有個共同信念，就係所有嘢都要即刻改善。我哋單單喺4個項目上邊就花咗60萬美金去種樹。有人會話我係出於愛心去做，但我知咁樣做對我長遠嚟講係更有效益，可以賺更多錢。所以其實我唔值得攞咩光環，因為種晒嗰啲樹其實好符合我嘅財務利益。我成世人都係靠一支鉛筆、一支原子筆、一部計數機同埋一張複利表嚟打天下。我19歲之後就冇再睇過微積分題目，所以我完全係一個靠舊派常識同少少算術嘅生物。講到投資智慧，其實好多都係嚟自我有個好聰明嘅阿爺，佢係聯邦法官，亦係個出色嘅投資者。喺大蕭條嗰陣，佢睇住好多公司破產，佢學識咗一樣嘢：當你好難得先遇到一個真正好嘅機會，你要敢於重注。好多人成日覺得要分散投資，買幾廿隻股票先叫安全。我覺得對於嗰啲乜都唔識嘅人嚟講，分散投資係啱嘅。但係如果你識計數，你知你做緊乜，分散投資簡直係黐線。如果你揾到3個好正嘅機會，咁就足夠撐起你成個人生啦。我同巴菲特都係咁。當我哋揾到真正好嘅嘢，我哋會重注出擊。你睇下巴郡，我哋嘅投資組合其實好集中，因為好嘅機會唔係成日有，你要拎個大桶去接。呢個道理咁簡單，但係商學院竟然教相反嘅嘢，真係搞笑。你睇下嗰啲商學院，佢哋教學生咩有效市場假說，話市場係完全理性嘅，你冇辦法戰勝市場。呢啲簡直係垃圾。如果市場真係完全有效，咁我同巴菲特早就揸兜乞食啦。市場係充滿住癲狂同不理性嘅，正因為咁，
我哋先有機會賺錢。佢哋教學生用複雜嘅數學模型去計風險，將波動性當做風險，完全搞錯晒重點。風險係你唔知自己做緊乜，唔係個股價跳嚟跳去。我有個好簡單嘅思維模型仔，倒過嚟諗，你想成功，首先要諗下點樣會失敗，然後避開嗰啲嘢。你想生活快樂，就諗下點樣會令生活變得悲慘、妒忌、怨恨、反覆無常、吸毒。你避開晒呢啲嘢，你嘅人生就會好過好多。投資都係一樣，唔好做傻事。好多人好聰明，但係做埋晒啲傻事，因為佢哋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。另外一樣好重要嘅嘢係耐心，你要有耐性去等機會出現。我大部分時間都係坐喺度，乜都唔做。啲人問我 Charlie， 你點解唔喐啊？我話因為未有嘢值得我喐咯。你要好似獵人咁靜靜雞咁等到支獵物行到埋嚟，你先至開槍。唔係叫你亂咁開槍射空氣。仲有你要不斷學習。我識得嘅聰明人冇一個係唔睇書嘅。巴菲特係一本有腳嘅書，我都係。如果你想變得聰明，你就必須要保持好奇心，不斷去吸收新知識。唔好以為讀完大學就學完，嗰陣先係啱啱開始。你要建立一個多元思維模型，唔好淨係識用把錘仔去敲釘。你要識得用唔同學科嘅知識去分析問題，由心理學、歷史、數學到工程學，你都要涉獵下。如果你淨係識經濟學，你就會變成嗰啲單眼佬，睇嘢得一面，你會忽略咗人性，忽略咗心理因素。好多投資失利唔係因為計錯數，係因為睇錯人，或者忽略咗群眾心理。好似當年科網股泡沫，咁個個都覺得互聯網係未來，連嗰啲冇盈利嘅垃圾公司都炒到飛起。如果你識得心理學，你就會知呢個係羊群效應，係會爆嘅。總結嚟講，我嘅投資哲學冇咩秘密，就係揾啲簡單易明、有護城河嘅好生意，由一班有能力、有誠實嘅人去管理，然後用合理嘅價錢買入，跟住就坐喺度唔好喐。聽落好似好簡單，但係最難嘅就係唔好喐，同埋唔好做傻事。只要你唔做傻事，你已經贏咗大半個世界嘅人啦。因為大部分人每日都好努力咁去嘗試做傻事。你可以睇到李光耀點解咁成功，佢有個口頭禪，雖然冇咩文采，但好有道理。佢會不斷重複講，揾出咩係行得通嘅，然後去做，就係咁簡單，非常實際。講到慈善，我有個好得意嘅觀察，我識得好多蠱惑嘅人賺咗唔少錢，初頭捐錢純粹係為咗扮嘢 show off， 但過咗20年，佢哋竟然變咗真心做慈善。某程度上，你會變成你假裝成嘅嗰個人。所以我睇咗咁多例子，我覺得偽善其實冇大家諗得咁差。有時扮下好人，扮下就變真㗎啦。我自己都成日扮到好過真實嘅自己少少。順帶一提，我有個閱讀習慣，我而家幾乎唔會去買書，因為我有太多書啦。好多陌生人都會送書俾我。閱讀其實係上帝送俾自學嘅人最好嘅禮物。你諗下，你唔可能摸下個頭就令個細路變億萬富翁，叫佢讀多啲書啦，強仔係冇用嘅。但係如果你真係肯學，閱讀同算術係最強嘅武器。聽人講嘢，佢可能講得太快太慢，或者講埋啲你唔想聽嘅廢話。但係睇書唔同，你可以跟自己嘅節奏，想要幾多就拎幾多。講到學習，有人問我點睇專才同通才。其實對於大部分人嚟講，走專精路線係最安全嘅，就好似外科醫生咁。你知道得越少範圍嘅嘢，但知得越深，回報就越高。如果你大腸有事，你唔會想揾個精通政治學嘅醫生同你開刀噶嘛。
所以個世界獎勵專才係有道理嘅。但係我自己從來都唔中意咁，我中意周圍涉獵吸收唔同嘅新意念。我就係靠喺唔同領域跳嚟跳去揾食。但係我唔建議其他人學我，因為最穩陣嘅上位方法係對某樣嘢識得好鬼死多。如果你喺我哋呢個系統入邊無料扮4條，好快就會俾人踢爆。咁當然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係有好大優勢，學好語言，掌握基本數學。如果你語言能力強，又識基本算術，你已經可以掌控好大嘅領域。其實唔需要太多其他嘢。我自從19歲離開加州理工之後，就冇再睇過微積分題目。我完全唔知我啲微積分去晒邊，忘記得一乾二淨。但其他基本嘅思維邏輯係唔會走嘅。只要你不斷打磨，你會學識一樣比大學知識更重要嘅嘢，就係學習嘅方法。當我想知一樣嘢，我就會去學。舉個例，我去哈佛法學院嗰陣，我諗唔明點解 Reverend Moon 統一教文鮮明，可以叫人去個週末營，翻嚟之後嗰啲人就變晒喪屍咁被洗腦。哈佛冇人解釋到俾我聽，於是我話好，我自己搞掂，就好似嗰個紅色小母雞嘅故事咁，我自己做。我花咗好多時間，終於俾我參透到，原來佢哋只係誤打誤撞，將一堆心理學嘅把戲喺高壓環境下一次過轟炸落啲人度，人嘅大腦就會突然啪一聲斷線，變咗奴隸。呢個習慣，即係如果冇人肯解釋俾你聽，你就自己去參透，幫咗我好多。雖然有時都會得罪人，因為你去人哋嘅專業範疇扮到識得仲多過人哋，咁係好乞人憎。我而家老咗圓滑咗少少啦，雖然都仲係幾難頂。講下而家嘅政治環境，我覺得而家啲人互相憎恨得太勁，比以前嚴重好多。雖然以前都有政治分歧，但而家嗰種恨意係可以攞刀切得開咁滯，好醜陋。而且容許自己去恨人係好蠢嘅事。我活咗咁耐，見到兩樣嘢最傷身，一樣係怨恨，一樣係憎恨。你有幾大嘅怨恨都好，對個世界又有咩用呢？希特拉就係利用怨恨去奪權。我覺得我哋而家雙方都陷入太多憎恨同怨恨入邊。其實你可以對你嘅政敵失望，但係唔使恨佢。話唔定你自己都有啲黐意黐地。恨意會令你盲目，令你失去判斷力。你要知道，每個人都有好嘅一面。講個極端啲嘅例子，希特拉對佢隻狗好 nice， 對佢情婦好 nice， 對醫佢阿媽癌症個猶太醫生都好 nice。即係話，連希特拉都有好嘅一面，唔使因為唔中意人哋嘅政治立場就嬲到發癲。有人問我擔唔擔心經濟前景，同埋下一代會唔會好似我嗰代咁好景？你要記住，我呢一代，即係1924年出世嘅白人男性，係人類歷史上最好運嘅一群人。我成世人都有順風車搭，從來冇一個時代好似我哋咁解決咗咁多問題，醫好咁多病，經濟咁繁榮。至於2021年出世嘅人，我覺得佢哋會難捱好多。我哋有60幾年嘅和平，係因為有氫彈互相制衡住。但我阿爸嗰代打完一場仗，個仔又要去打另一場，未來肯定會更艱難。過去70年，我一直投資喺美國企業，回報升咗大概40倍。當然扣除通脹冇咁多，但係實質回報可能都有700厘。你覺得今日出世嘅人有冇可能喺未來70年又享受到700厘增長，而又冇大戰爭？我覺得機會係0。不過你都唔使絕望，反正呢場人生遊戲大家都贏唔到，最後都係死路一條。既然你都接受到會死，少少經濟蕭條又有咩好驚？至於股市，我長期都持有美國股票，
巴郡嘅股價試過3次跌咗50%，我都冇所謂。我覺得呢個係成年人生活嘅一部分。就好似 Kipling 首詩 If 話齋，成功同失敗都係騙子，你要一視同仁咁對待佢哋。有時順風，有時逆風，都係遊戲一部分。只要你放低啲無謂嘅憎恨，避開啲衰人，我自問避開衰人嘅能力係世界級嘅，你嘅人生就會好過好多。另外呢，好多人覺得我同巴菲特好幽默，其實我哋天生就係咁。我哋細個都係嗰啲怪怪地嘅讀書仔，唔係特別受歡迎，但係我哋都中意笑，中意研究事物嘅運作原理。如果我哋做生意做得唔開心，我哋早就癲咗啦。解決問題係好好玩嘅事。如果你真心中意解決問題，你嘅智商就好似加多咗20分咁。最後講下我嘅身世，我有個好完美嘅家庭背景，但我阿爺其實係出身極度貧窮，佢父母係小鎮教師，份糧僅僅夠去肉檔買啲冇人要嘅下欄肉食。但係我阿爺靠自學，佢甚至自學希臘文同拉丁文，最後做到聯邦法官。佢成世人都極度理性，佢從來唔飲酒。有人問佢點解，佢話點解我要俾錢買啲嘢飲落肚，令我個腦運作得差啲。雖然佢講嘢好直，甚至有時政治不正確，但係佢嗰種理性思維深深影響咗我。我財政上咁成功，唔係因為我係神童，我個腦係唔錯，但未至於天才級，全因為我用咗啲竅門，一啲由我阿爺嗰度學翻嚟嘅基本竅門。其中一個竅門就係倒轉頭諗。我以前喺軍隊做天氣預報員嗰陣，我就諗點樣先可以殺死啲機師呢？唔係我想殺死佢哋，而係我想知點樣避開。我發現只有2個方法，一係俾佢飛入去結冰區，架機頂唔順就會跌落嚟；二係耗盡佢啲燃油，等佢冇油降落。於是我只要避開呢2樣嘢，我就救翻好多人。我阿爺都教過我，佢話你可以游水，游幾耐都，但係記住唔好游太遠，留翻喺岸邊。你可能會笑，但係呢個係大智慧。我有好多呢啲思維工具，好似以前學炮兵咁，一炮打遠啲，一炮打近啲，然後嘣一聲打中間。我成世人都係用呢個方法嚟定價或者做決定。舉個例，我有個客，佢有塊好多山嘅地，電力公司想喺上面起電塔。個老牌估價師話塊地值125000蚊，因為佢用平面圖去諗，覺得起電塔只係佔咗少少地。但我同個客講，炒咗呢個傻仔啦，我揾個識諗嘢嘅俾你。我揾嗰個新估價師識用3維思考，佢知道起咗電塔就冇得將山頂批落山谷填平，即係廢咗塊地嘅發展潛力。結果我哋索償攞翻60萬，就係咁簡單。只要你肯返璞歸真，用基本常識去諗，你就贏過好多所謂嘅專業人士。好似我哋買 Anadarko 石油公司個項目咁，好多人問點解可以2日就決定到？其實我同巴菲特已經好有默契，大家哼一聲就知對方諗咩。Permian Basin 係美國最好嘅油田，層層疊疊都係油，加上個交易結構又有着數，呢啲係唔使問阿貴嘅好刁。但我見好多人用幾百個律師去做盡職審查，驗屍咁驗，查晒啲採購單，其實佢哋係因為心入邊無底，缺乏安全感，先要做咁多無謂嘢。如果你個腦清晰，根本唔需要搞咁多大龍鳳。有人問我點幫啲出身差嘅後生仔？講真，你唔可以求其撒啲種子就期望佢發芽。我嘅做法係揾出嗰啲已經發緊芽嘅人，然後大力施肥。好多人個腦已經俾啲舊觀念塞死咗，好難搞。我自己有個習慣，就係專登去摧毀我自己最心愛嘅觀念。如果你發現自己錯咗，即使個諗法你幾中意都好，都要狠心屌咗佢。講到要做艱難決定，我有個好痛心嘅經歷。
我有個好朋友，亦係巴郡嘅高層，佢患咗癌症就嚟唔得。我因為太錫佢，唔忍心換咗佢，結果佢臨終前簽咗幾份好差嘅再保險合約，令公司損失慘重。呢個係我嘅錯，我因為私人感情而忽略咗職責。相比之下，新加坡嘅李光耀就狠好多。佢個好朋友犯咗事自殺，佢朋友個老婆求李光耀幫手掩飾，唔好講係自殺，費事家醜外傳。李光耀話唔得，我哋唔可以掩飾。佢為咗維護國家嘅法治標準，連好朋友都無情講。雖然我做唔到佢咁絕，但我知佢係啱嘅。至於我喺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嘅慈善項目，又係一個好例子。有個有錢婆婆，有塊1000幾畝嘅靚地，有海景有湖，但因為當地啲居民好排外，搞到佢賣極都賣唔出。我就同大學講，我俾7000萬你哋買咗佢，因為大學係唔受當地規劃條例管嘅。結果我用7000萬就變咗10億嘅價值返嚟。我仲幫佢哋設計宿舍，我要起一棟好似郵輪咁嘅大樓，5000個學生住喺5英畝地上面。好多人話大學唔夠地用，其實係好蠢嘅講法。UCLA 又話冇地，Berkeley 又話冇地，其實係佢哋官僚唔識向上發展。我個設計係參考郵輪，學生一人一間房。大學原本個規矩係要2個人逼一間房，只係為咗慳個20尺位。你試諗下，逼2個9唔搭8嘅人住埋一齊，互相傳染病菌，有冇蠢過呢樣嘢？所以我話俾錢起宿舍，條件係要跟我諗法做。雖然好多人反對，但我專揀呢啲易解決嘅問題嚟做，因為啲對手實在太蠢。最後講下 See's Candy， 當年我哋差啲就錯過咗呢單生意。賣家開價3500萬，其實間公司有成1000萬現金，即係實際只係2500萬，而且每年賺400萬，抵到爛。但係巴菲特嗰陣死腦筋嫌貴，喺嗰度講價講到好僵。好彩我哋有個拍檔係石油工程師，佢指住我哋2個鬧：你2個唔好咁黐線啦！咁好嘅公司，俾多些少錢都要買啦。就係佢一句點醒咗我哋。如果唔係買咗 See's Candy， 我哋就學唔識品牌嘅威力，後來亦唔會買 Coca-Cola。所以話我哋後生嗰陣都係傻仔嚟嘅，好彩肯學肯改啫。巴菲特有句名言，我都好中意，就愛嚟做結尾啦。佢話永遠都要行正途，因為嗰度冇咁逼人。Take the high road because it's less crowded。想聽多啲呢類型嘅影片，喜歡呢啲片嘅就俾個心心同埋 share、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係咁，拜拜。